宜兰市有一个太太，粪扫车来要结回收，结果摔落边啊，一盏流啊深的排水沟，清洁队员马上喊人来斗救人，最后是伫咧暗蒙蒙的深沟找到人，加在无真要紧，这太太是真感恩。 主管回收的车只转弯路边的护林人，原本想要等玻璃的回收，不过后一秒人煞熊熊摔落一盏流深的排水沟瓦，清洁队员嘛惊一条讲人咧，知影护林人摔落了后，赶紧开始救援。 清洁队员搬楼梯跳入沟瓦，甲附近的店家合作，想要甲护林人救出来。不过排水沟瓦内底是暗迷蒙，护林人当下是真紧张，清洁队员就哪救人哪甲伊安打。食伊食对吧？啊，你做台潜意识一定会真正济嘛。啊，种就卡仔去落去吃，有棍嘛，迄全油啦啥，啊，仔搁煮嘞。惊险的事件发生伫咧顶个月38暗，宜兰市军局现场测量。 落落下底，落落一盏流管啊啦！护林人先摔落1公尺外排水沟瓦，佮粗度跋伫要2公尺到沟瓦底，拢总摔3公尺外，人嘛小可着伤。受伤啦，就对你去遇着，反映足侪人哦。哇，啊，伊是要互咱提示讲，这条路的危险性。加在护林人最后防救出来，虽然有惊到，不过人无安怎，嘛向清洁队员表示感谢。不过附近的民众表示，这毋是头一届发生，相关的单位就要想办法来改善。 确保用路的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